咱台湾是出产真侪果子，不过果子若准大出有花无市，会当加工来保存消化产量。国内加工的技术嘛一直在进步，亲像柚仔皮加工会当做干，要未熟的青金蕉嘛会当磨做粉做金蕉面。满豆的文旦正受到欢迎，尤其老长细粒的上好食，不过相对新长佮大粒的品质就较歹。满豆农会会将这寡文旦收购来做加工，除了柚仔皮会当摕来做清洁用品，即嘛会当做柚仔片甲调味料，甚至连文旦花嘛会当利用。花的话，它本身它的保湿效果、美白效果很好啊，所以新长的花的修改，那让它不会变成大果吧，比较规格外的收起来之后，是保证消费者买到一级果品都是好的果品，都是好吃的。另外，金蕉嘛有产量上济问题，集集运销合作社会将叶的黄，唔过有抗性淀粉的青金蕉，摕来做青椒粉甲青椒面，会当减少上济金蕉进入市场。因若黄去的金蕉皮嘛会当食。合作社表示，金蕉皮有色氨酸，会当减少忧郁焦虑。把全香蕉的一个概念都运用在让它发挥到更大值。目前加工的比例大概是在占40%左右，去推广说，其实香蕉是可以变成是长米的一种料理。国内水果的种植甲加工技术继续咧提升，连锁的披萨店原地使用进口的菲律宾旺来，即马嘛要用咱加工的金钻旺来。像达美乐，它舍弃进口罐头，那改用我们国产的金钻凤梨。那实际上也是进口地带。农业署表示，未来可会利用 AI 来做筛选甲分测水果，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。嘛强调以在地生产的水果来加工，符合地产地销、减少食物里程、永续消费的模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